台中西屯区一间大卖场，昨下晡有民众发现讲有人伫查某便所伫偷翕哦。警察抓到一个39岁生出来的查甫人，伊是摕手机偷翕，人嘛已经互移送法办咯。案件来到大卖场的便所，因为有女性民众报案，指控有男子摕手机偷翕。就是在上面啊，我本来举起来，然后我就想说，奇怪，不可能，怎么会有一只手机？不可能，女生有一只手机，我就知道。那小姐也有看到是不是？我有瞄到她手机。警方表示，疑似偷翕的案件发生在27号下晡5点半左右，在台中市西屯区青海路一间大卖场，39岁蔡姓男子疑似是因为经济压力大，起了歹念，来到地下1楼的女性便所偷翕。男子是自称捡到便所。那你在女厕干嘛？因为我走错边，然后我想走错边。对。你觉得这样子法官会相信吗？经查，蔡贤疑似因为经济压力，进入女厕后以手机偷拍民众女厕，经民众发现后立即报警处理。台中市刑台建议民众入去公共便所会使留意卫生纸、盒仔、清芳剂等物品是毋是藏有电线甲镜头，也有周边是毋是有奇怪，或者是镜头摄影的声音。若是有异状，马上报警。先观察一下周遭有没有可疑的人物，天花板、墙壁、洗手台或是垃圾桶，或是卫生纸架这边去看有没有可疑的孔洞。或是电线。业者强调，卖场拢有巡逻人员甲楼管提供协助，未来会加强巡逻防范。第6分局是表示，已经查扣蔡姓嫌犯的手机，扩大追查是毋是有其他的被害人，也有是毋是偷翕犯罪集团。专案以涉犯刑法妨害性运输，甲不实性影像罪、妨害秘密罪嫌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。公司新闻台中报道。